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咱地方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回来了解。电视选会联合开始举办立委选举公办政见发表会，由上主称有线电视公司承办。上午9点，对第一选区开始登场。7名候选人当中，只有蔡成佑并无到场抽签，由选会代抽以后，依照顺序，每一位候选人进行20分钟的政见发表。伊咱看到大家拢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有手办的说明，有摆上拿花做道具等等。把电视直播机会向所有选民来报告因的抱负。不过，代抽到政见发表1号的蔡成佑后来赶到位，质疑选会通知错误，互伊未赴到场，抗议有诈骗的电话进行选举作弊，要求补救。这个不实电话，这个诈骗电话，那选委会他说抽签在选委会，那现阶段到了选委会又跟我讲说，报道抽签是在这一边，那我这边正式提出对选委会提出抗议。12月23号的公文上面有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抽签跟我们的公办政见发表会的场次都是在我们北区的双子星有线电视来做录影。那针对他说有提到说我们有电话打电话通知他到选委会进行抽签，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是没有任何人有拨打这通电话。那我们第一选举区有7位候选人，那其中6位候选人都是今天都有到场来进行我们的公办政见发表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此严正的声明。以上没办法补救了哈。这个部分是没办法补救的，因为我们是采那个现场直播的方式来办理。除了候选人无奈抗议无多政见发表，也有候选人批评选会选举公报当中的字体敢若搞瞎，版面拢无互候选人确定，特别是因的选举区老人占多数，根本是看袂到的政见，同款提出抗议。咱选委会主任委员由市长派，即马改主任秘书。我个小气是，阮教育规定提供资料，当然它正确，可是这个字这么小。咱各位好朋友，各位乡亲，你看卖啊！这字变啊看，这人到老化的所在，莫讲老长辈，含少年人要看都看无。你要用迄情，咱都唔免甲大家这候选人讲一个讲，你要用一个详细字，你要修正这个方式，以利咱的选民看你的政见是啥，足重视政见。我看到是上要靠。选举公报编制要点第6点，就是说，所有候选人都要以公平的方式来刊登他的内容。第8条规定，候选人在提供他的政见的时候，可以提供电子档。那电子档的部分呢，我们就依照他电子档格式里面字体的大小，诚实来反映在选举公报上面。所以每个候选人都是非常的公平的，所以第一选举区的部分呢，有些候选人提供的电子档的部分呢，我们就根据他实际的大小的内容还有大小来刊登，以示公平。第讲的立委政见发表，虽然会中外有部分的插旗甲抗议，不过一切平和顺利，嘛透过第3频道的电视直播甲后续网络放送，要让选民清楚知影服务的理念。电新闻根据林根采访报道。2019台南耶诞跨年的系列活动，31号举行最后一场台南跨年府城欢喜。将舞台刷转来旧城区，伫台南美术馆的旅馆广场举行，邀请市民朋友体验上无同款，嘛上有台南味的跨年晚会。另类跨年，而且充满了浓浓的南台湾味，充满了浓浓的台湾味的一个本土跨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台南的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还是这个聚集在我们美术馆2馆前面，很开心的迎接新年的来到。现场市长黄伟体嘛带领市府团队，甲在场的观众做伙唱改编版的《妈妈，请你也保重》，祝福市民、台南甲台湾拢会用个保重，而且平安。欢迎的春天，大地的生命，请保重，当上好我的市民。期待着早日相会，期待着早日相会。我也来到这样一个幸福。现场包括立委陈廷辉、议长郭信良、副议长林炳利，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贵宾，嘛拢伫个台顶，甲所有的民众做伙倒数，迎接2020新年的来到。那我们共同将2019的不如意、不愉快、足侪的无欢喜、无爽快，拢甲抛诸脑后。我们用新的希望、新的未来，用快乐的心情迎接崭新的2020，好不好？5、4、3、2、1，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市府表示，今年跨年倒数就是将舞台献予市民。成为一个大喜平，让台南人以及所有热爱台南的人，拢会用个徛上舞台来表演。不但多元丰富，而且活动嘛适合各年龄层的民众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2020，国民党台南市东部1号上午伫个台南公园举办元旦的升旗典礼，包括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台南市国民党立委候选人蔡玉辉、李武良、童小云、蔡淑慧、甲洪秀条等人拢到场，吸引未少的支持者参加。升旗典礼由国民党台南市东部主委谢良介担任执行官，并且向典礼主席报告现场的人数，并且国歌由立委候选人蔡淑慧甲童小云来担任升旗手，将国旗慢慢来升到旗杆顶悬。升旗！升旗典礼过后，韩国瑜致辞时嘛表示，伊讲过去4年，台湾人分别选出酷、忙、反、甲乱4个字来代表心情。希望新的一档开始，民众会用手中新型的选票，伫1月11号选出新的总统甲立法委员。未来4档，伊用4个宋字来表达台湾人整体的气度甲心情。酷、忙、反。乱代表过去4年，工作拍天，台湾人民熬过来，真的很不容易。从今年开始，如果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我们用我们自己神圣的选票，用我们高贵的意志力，用我们智慧的判断。希望从2020年开始，21、22、23、24，未来的4年，我们台湾人民用另外4个字来表达我们台湾整体的气氛跟人民的心声。我选的这4个字啊，就讲怂，不过有啦，怂过有啦。我选这个4个字啊，大家听起来啊，那些啊，
黑韩产业链又开始黑韩，不过我不在乎，最重要直接反映我们人民的心声。希望2020年1月11号选出新的立法委员、新的总统，未来4年台湾人民爽爽爽爽！伫个活动尾声，因为有一名中年的妇女突然间用规个爬入去新基台前的管制区，而且手阁摕着一份资料，讲要见韩总统。虽然韩国瑜看到状况，嘛马上争取也搀扶，不过这名妇女因为情绪激动，嘛强要瘫软在地，引起国安人员的紧张。最后活动嘛以一首中华民国颂的合唱，将现场的气氛带入最高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距离选战无到10天，立法委员陈廷辉打破过去传统的选战模式，举办一系列的亲子活动。伫2020年元旦这天，伫北区的新安芳草公园举办菲菲姐姐活力泡泡秀，吸引未少的亲子参加。现场邀请专门耍泡泡的专家教导小朋友，制造出浪漫的冰雪奇缘，热色欢乐气氛。小心哦，小朋友在移动脚步的时候注意安全哦，泡泡雪。今天呢，是我们菲菲亲子列车的第3个模式的呈现哈，就是我们的泡泡派对。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泡泡派对，让小朋友可以走出户外，然后很开心的玩，而且无忧无虑的玩，这是我们的重点哈。所以我想今天真的很开心，从我们的亲子闯关，一直到足球派对，然后到今天的泡泡派对。我们的菲菲姐姐的列车总共有3种模式的呈现，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很快乐的成长。然后呢，最主要的是1月3号也要邀请我们12的好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购台湾团结之夜音乐会。因为购台湾团结之夜音乐会，我们邀请了很多大咖的明星。除了亲子活动，另外立委候选人陈廷辉嘛有过1月3号暗时，将伫个花园夜市举办一场团结购台湾的音乐会。除了有大咖的歌星演唱，另外嘛有神秘的嘉宾加双飞合体，邀请乡亲好朋友到场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选伫2020年上8日头一天，市府监务局争取前瞻计划补助的3.6亿，用来整下改善新营区金华路甲中营路周边的道路设施。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动土典礼，卫健部营建署署长吴小新嘛以转来后头厝的心情，做伙见证工程的启动。会中市长感谢中央甲地方等各界支持，表示金华路甲中营路的交通工程将树立溪坝建设迈向一大步。这个工程坦白讲，新营的金华路跟长荣路，好，还有包括义士路哈。那义士路跟长荣路是主要的通道，那这个车型流量非常大。那么金华路主要是变成公园大道，也就是说有许多油气的人。当初在建设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已经是20多年前了。那现在有些道路的人行道的部分，还有道路排水的部分，都需要加强优化。所以呢，我们特别跟中央争取的这个部分，经费补助跟配合地方的配合款，那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完工。那么这个表定的完工日期是320个工作天，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尽量缩短，趁现在这个年头的时候，那刚好也没有这个天候状况的许可，那赶快动工，赶快这个施作下去。等到雨季来的时候，可能工程又要就要延宕了。所以呢，我们希望早点动工，工作进度超前，将来才能够有机会能够提前完工。为中市长黄伟哲强调，加强大城区的建设，不只重视溪北地区产业道路甲农路的改善，更爱兼顾重要道路的交通安全。监务局表示，该工程预计109年在1月完工，让居民享受更较好的道路品质甲散步空间。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
现在进入秋冬，正是侪传染疾病较高发生的时阵，就有生医公司因为关心台南学童的健康，特别捐赠了9万罐的抗菌液，要予台南各中小甲幼儿园的学生来使用。市长杨伟特除了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的爱心，也呼吁市民朋友爱养成正确的清洁习惯，才会使将破病的几率降到上低。经过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台南市的学童的健康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确保。尤其冬天是流感的好发季节，今年的流感的流行期又提早来到，所以说如果能有这些抗菌液对抗相关的病毒或者细菌，其实他们讲对学童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的健康，以及放了假回去家里过春节的时候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借着这些这个科技产品，也借着学童的卫生习惯的养成，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相关的传染病、传染疾病包括诺罗病毒啦，包括这个流感啦，包括肠病毒等等的发生率能够有效的降低，能够再一步确保学童的这个身体健康。这届所捐赠的抗菌液上大的特色就是当中并无化学的成分，是运用水的小分子结合物理的方式来杀菌，要让家长用了安心。我想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台南市捐赠这个我们的纳米离子水。那主要呢，这个我们的纳米离子水呢，它是来自俄罗斯的高科技。那通过这个氢氧电解法的方式呢，就把一个氢的跟这个负电呢，然后跟一个氧呢，就留在水里面。所以呢，它又是小分子，所以很容易穿透病毒的这个细胞，然后进而用物理的方式来把它杀掉。那我想市面上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抗菌液基本上都是次氯酸钠那或者是有添加化学品。那我们是完全用物理电解的方式呢，那就把这个我们的水呢给电解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呢，用的都很安心，它没有任何化学的这个副作用那也希望这个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捐赠呢，能够这个将我们未来在这个肠病毒上面，还有这个流感上面呢，能够做一个最有效的这个防治。教育局也提醒家长要有正确的防疫观念，将勤洗手、量体温、破病解滴、嘴暗等防疫的观念落实到生活当中。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如果讲到冠春，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好食的冠春美食。过去为了宣传冠春的美食甲文化，市议员林美妍甲里长王安国也共同举办了冠春美食节。现在虽然已经停办5档，但是今年也重新要来举办。2号特别伫议会召开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共同来参与。市议员林美妍也强调，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活动，找回冠春的感觉。我们在今年2020
2020年哦，这个吉祥的数字，爱你爱你哈，这个吉祥的数字里面，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南影建筑文化，还有我们职场的关怀志工协会，还有我们仁爱里的里长，把它融合起来啊，我们的大哥把它融合起来，跟里长一起融合起来，那我们再去把那些就是有一点让人家淡忘的一些建村的一些口味再次的找回来。真的不简单呢。你看它建改已经这么久了，这么多人了，各个里有很多的口味哈，建筑口味都失传了，而且分散到各地了，而且也没有再卖了。所以你看现在真的很感谢主办单位啦，用心去找他们，一家一家去找。一户一户去问，所以才会把我们今天前面这边，这是一个建村年货的一个代表性，而且是道地的建村口味都在前面，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建村就是建村文化园区在水交社，在今年12月25也已经开园了，所以我们也更希望说，透过建村文化园区的开园能够再透过我们的建村年货，美食这个，让更多人能够很快的找回我们建村的感觉。这届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是南明眷村文化馆。为了让活动会使圆满来成功，主办单位也一一拜访眷村的妈妈，邀请因到场食达，让参与的民众会使品尝到上传统的眷村口味。我们在做这个年货大街来讲的话，我们就希望说达到一个地方商营的方式，一个就是水交社文化园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年货大街给炒起来，那顺便我们可以把大林商圈的这个部分给它振兴起来，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整个可以连贯式的一个，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南区不同于安平区，它可能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一个舞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筹划这个年货大街的一个构想。这届也将活动的现场选伫棒球场周边，同时配合拄开幕的水沟社文化园区。要让民众食完眷村美食，就会使到现场了解眷村的文化。2020新年快乐，建村美食节赞！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这所有作品拢是来自劳动部分家人分署的职业训练木工家具加创意家具设计制作班。过去拢是用伫电视，起来是中号贴起来利用。不过去年初第一摆公开销售，就因为作品相当坚固耐用，引发民众排队抢买热掉。356件家具，短短2点钟就卖完。所以今年新的一档这作品1月6号10点将再次公开销售，预计同款引发热掉。今年初我们第一次办理，那总共贩售了356件的小家具木工成品2小时抢购一空，那很多民众都热烈响应希望我们再办理一次，所以我们现在在盘点学院的木工小成品有600多件那希望带给民众焕然一新，可以来这边寻宝。我们创意家具制作班所制作的家具都是采用像这样子全榫卯榫接的结构，那这样的结构呢，它的制作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它的耐用年限以及强度都会比较好。分署强调，今年因应民众的需求，佮特别加码，将高达600件的家具展售，每一件拢由减价小组估价，指定出材料费用来买，无算工资，将比市价俗至少5成。而且所有家具拢是1000块有走，所以兴趣民众都爱看准商品，提早来排队，每一人限买5件，卖完为止。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唔甘故乡的少年人纷纷离开，80年厝的在地青年赖正达，为了要让更较侪人认识伊的故乡做阵，退伍以后放弃知名电信公司的头路，转到入公馆社区来参与劳动部多元就业方案，推广农产品。近年来，更积极将观光的景点甲社区的资源结合，希望进一步让偏乡改头换面。在劳动部多元就业开发方案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公馆社区，进行农产品的开发以及流程的推广。我希望我未来能在佐证
推行电动脚踏车低碳旅游路线，帮助在地左镇社区串联，达到产业的推广以及吸引外地人来到左镇观光的目的。在台湾就业方案的资源帮助之下，赖政达都要推广各域精面等农特产品，并且甲电动卡车业者合作，规划农村文化体验，要让游客亲历邻舍社区。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10几年来，在地方协助多元开发方案，已经有1500多个单位提供近万个工作机会，对于地方创生、地方的发展以及我们中高龄2度就业的妇女在地方上的就业是非常有帮助。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有兴趣跟有机会都可以到地方上来参与。佢哋这款经济模式，和部落嘅农村为了升级，嘛和公馆社区发展协会相当嘅感佩，肯定这款新嘅循环，和少年人愿意留伫故乡发展。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嘅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那么在港节时间再会。